政府高層下令搶民女，早有部署。警察搶嘢，放車，警方一連2日強搶民主女神像，即係強搶民女同浮雕。咁其中一個扣留喺北角警署用帆布封住。面對群情洶湧，警方話只要支聯會答應唔再喺非法地點擺放，先至可以攞得返。不過支聯會就講明要無條件釋放女神。而連續2日被拘捕，搞到隻手瘀晒嘅李卓人，呼籲星期4包圍北角警署。大家諗下，如果得逞香港仲有咩自由呢？咁樣去做政治打壓法而大家市民呢，如果我哋係無動於衷嘅話呢，其實就香港就玩完㗎啦。特區政府而家突然態度改變呢，呢個顯然係得到北京嘅指示，對支聯會採取特別嘅打壓行動。我哋會警告曾蔭權，假如係咁樣嘅話呢，佢必定會遇到好強烈嘅反抗，同時佢自己會成為千古罪人。支聯會係我哋全中國堅持平反6四嘅最後一個陣地，而家受到呢一個嘅打壓逼迫，喺呢個危機存亡嘅關頭呢，我哋將會呢係全力保衛呢個支聯會。時代廣場否認係佢哋向當局投訴。咁消息話，過去喺度嘅政治活動，即使警察行過都冇理到。好似舊年6四嗰陣，女神像喺度都放咗好幾日㗎啦。有食環署職員就爆料話，佢哋有指引，凡親政治嘢都唔會介入㗎。今次強搶民女係當局早有部署，仲要係嚟自高層命令添，唔係好似周一嶽所講收到消息至做嘢。